好，同学你好，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们是从几点开始参与的吗？大概12点半左右。我再晚一点。然后你们一整天待下来，为什么会想要待到这么晚，然后去参与这样的活动？因为其实抗争到现在大概也蛮多个月的啦，然后从一开始吵，然后到开始真的有真正的上街，那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。同学呢？这位同学呢？你是说第二个问题吗？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？我就觉得现在就是越多人就是可以站出来的话，就是大家可以更看到这个。有没有什么要对政府喊话的？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社会工作系的学生，那一个过劳的法案，让一个劳工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家庭，让人民没办法回到他的社区，它造成的是所有家庭功能的弱化跟所有社区功能的弱化。那如果这样下去，整个社会安全网就是会溃散。那跟蔡英文曾经讲过的那些社会安全，完全是背道而驰。那作为一个政委，一个社福界的大佬林万亿，说跟上国际潮流，这完全就是沦为他自己口中的不忠实的天使。所以还是希望他们回头是岸。